房子产权70年到底是什么？现在房子产权都是70年，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花了几百万租了个70年的房子呢？如果房子没到70年就不能住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不是的哈。简单粗暴的说，是开发商租了一块地，盖了房子，把房子卖给我们。关于产权是一笔糊涂账。那块地呢是开发商租的，不是我们租的，我们跟国家没有租赁土地的关系。开发商也并没有把土地转租给我们，我们只有开发商给的承诺我们居住上的权利。土地的归属是国家，土地的所有和使用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能用70年，说土地重新拍卖，说要缩短年限，说要拆迁，说延长年限，说可以续约，说免费续约，说收费续约，说低价续约，说要重金续约。不管做任何决定都是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和自己购买的房屋所占据的土地之间并没有一个法律意义的契约关系只是得到了开发商代替政府做出的承诺。也许有人说呀，自己的房产证上有产权年限，但那个既不是所有权，也不是使用权。我们并没有土地使用权。比如我们不能自己修缮和改造房屋，也不能拆除房屋，只能由开发商来进行。拥有使用权的是开发商，我们对房屋的改变叫做违建。我们对名下的房屋拥有的应该算是暂时自由停留权。那我不成了跪着要饭呢？那你要这样说，那买房子还真就是跪着要饭。就这多少人想跪还没门儿。典型的土匪流氓，对的了，光天化日之下抢夺我们公民的合法财产。说得好。你老说那美国不好，美国哪有这么抢过？日本不好，金山不好，他没抢过我一分钱。那他这个财协会，他跟大家说了，说得好。2017年9月份，搞得我家断水断电，晚上断水断电，冲着你家体里搬家，逼着你拆迁协议。你看，哎呀，我他妈的在体制内受到多年教育，24个社会主义价值，什么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全他妈的放屁！对。